骑机车要去佚佗，去佚佗是对啊，唔对？是对啊，本来吼，哎呦，我聊无菜调，就调皮呢。哎安尼吼，啊，真正敢若骑到山脚就忝嘛。无，本来吼，这只马吼应该是铁做的，应该是铁马啦。要骑铁马，嘿啊，但是 U bike 30分了后就爱收钱，所以咧用你平常就咧骑过开的。有，嘿啊，所以咱今仔日要去佚佗，骑铁马去佚佗。水哦，我最爱骑铁马。我无买车，但是我平常时我就是拢骑铁马。铁马较安全，较休闲感啊，扇风啊嘛，就舒适。对。啊，你又看卖今仔日要去倒位佚佗，骑铁马佚佗。迄个后里，后里。公园迄条。为什么又有迄条？迄有迄火车啊、磅空啊，嘿，对啊，大家拢去遐骑啊，这个时阵拄好，这个季节拄好。无遮简单啦。无到底倒位？到底倒位？吼，问咱的朋友啦，好不好？咱来邀请哦，是乌酸啦，乌酸出来哦。乌酸呐！哎呦，超级班来呢！Hello，大家好。这高贵的。可以一撮咧。我想讲我的可以得啊。你无想要骑？对，你平常。今麦是那个小魔女琪琪呢。小魔女啊，对，那天小魔女。歌舞配色呢？嘿，歌舞配色，我还买拿落来。有阿妈安尼乌白跳，你嘛咧捌？小活泼啊！所以你平常是有咧骑铁马无？骑铁马。莫看我安尼，敢若室内的花朵呢。我就爱骑铁马，因为是我要考驾照。要考驾照？考驾照，开车的驾照。你要考车的驾照，你骑铁马？因为我先爱。未考到时阵，我先爱了解路上的状况。嘿。哦。所以这个想法。这2年我上爱就是骑铁马啊，U bike 啊。对。足俗的。安尼这会使啦。这会使吼，会使加入。OK， 做伙去佚佗伙啊。你去佚佗吼，啊，今仔日的骑铁马去佚佗的所在，到底是啥物所在咧？刚好咱的康慧潘当天你来解说。大家好，我是当天，今日介绍2条上界笑的所在，互你爽爽快骑铁马，欢欢喜喜看风景哦，呵呵，请看 VCR。看到迄2个所在，这过去哦，拢有这糖厂的5分车经过，啊，不过即马已经无这个5分车，改做这个铁马车道。啊，这铁马车道是要安怎骑？路线要安怎选嘞？马上来欢迎咱头一位导览先生，嘉义6卡蒜头糖厂的黄冠雅老师，欢迎。欢迎！哇，这有要带路的导览先生，大家拢叫伊小修老师。啊，这小修老师哦，其实是新竹人啊。啊，毋过伊踮这嘉义6卡啊，发音标准哦，踮8档的时间啊，对这个所在啦，伊是足熟悉的。啊，这个所在嘛，当讲是老师的第2个故乡，所以相信老师的伊的迄个吼路线一定足精彩，对吧？非常精彩。老师你也爱落啦。大档啊！老师请请坐，老师请坐。后一位要来欢迎的是咱屏东万金村的潘志玲 Michael 老师，欢迎。Michael，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哇！这个 Michael 老师哦，其实哦，我甲这万金村哦就有缘的，因为哦，我嘛是天主教的。啊，老师甲我讲哦，这万金村哦，人拢会当分享这个天主的故事，而且哦，你这万金村哦，你凊彩你家里去找一个人，伊拢会当甲你分享这万金村的故事。所以咱今仔日吼来听老师讲故事，来看看伊的什么路线最精彩，好不好？来，老师请坐，来。Michael 老师，你为屏东来？是。啊，你今仔坐几点的高铁？
我27号就来啊咧。 27号，啊你昨日就来啊咱咧，才准备咧。啊咧来准备，来准备3工，因为吼，阮主教甲新妇吼，哦，足重视的呢，足重视的。叫我讲唔对的呢。你奈无骑铁马来台北啊？哦，我嘛足想的啊是。要骑几骑差不多3台，即马还未到，嘛，可能我后一摆还有机会，我绝对骑起马来。是啊，我会到最高。我叫主教，嘿，那是后摆教宗来台湾，佮招伊家做伙骑安尼无？哦，赞告嘞。中来台湾。对，所以大家今仔日绝对互大家料想袂到。你讲的是迄个梵蒂冈的告中。对，后摆阮拢有准备，我等下详细讲互恁听，互大家料想袂到，真的。你去万金村，对，我拢会准备，真的讲你听，真的。这点要好啊讲者。哦，是是啊边仔你讲小熊老师。小熊啦，小熊嘞，无咧，小熊的故事啊，小熊跟大熊哎。小熊老师，你较早新竹人。嘿，阮阿公阿嬷是伫咧蒜头糖厂做工课，但是我伫咧新竹大汉。嘿啊，你到尾啊，你全去即个糖厂遐，对，去做导览先生。嘿，就是因为阮阿嬷拄啊好破病，啊我转去照顾伊。啊，我是大学的时阵就读家己大学，啊所以对家己，即马对家己吼比新竹较熟。就这感情啊。伊到底是安那一个什么所在，互你会担遐做导览先生？因为蒜头糖厂迄个所在，六卡迄个所在吼，以前拢无啥人，嘿，大家拢毋知啊，所以囡仔人拢出外去，像阮爸爸妈妈嘛拢出外去。啊，我转来的时阵感觉讲，这个所在非常之温暖啦，因为敢若有老大人，咱四个人内底都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嘿对。啊，我照顾阮阿嬷的时阵，我感觉讲，咱应该爱甲这个关怀啊，吼，佮继续传落去。所以阮阿嬷走了，我就伫咧咱的家己这个所在，定定入去社区，吼，交社区的阿嬷算做伙。嘿。我进前有去过六卡乡，我有看过阿公阿嬷算迄个咖喱红啊，拢是70、80岁的阿公阿嬷伫咧算哦。我家己有试过，我家己试过，就歹算的。就歹算，无好算的。不是就困难的，不是歹算。你好啊，讲就困难的。就困难算。困难啊！你有这个传承的心，一定要传落去。对，这一定要传落去，因为咱的咖喱红啊吼是要训练咱是大人的手。哦。啊，所以一定有一定的难度。对，就困难的。安尼头脑较袂退化。对。嘿。啊，今仔日2位都就要先来导览。小熊老师。小熊老师，来，小熊老师欢迎。工厂村就伫咱的蒜头糖厂内底，高铁站就坐有小火车，所以一落车就是咱的工厂村。清寒嘛，方便呢。这个糖厂马是全国唯一伫咧糖厂内底的糖厂马。即阵马祖啊，伊捡乌狗夹一喙，手指头啊吼断一只，叫做高山马。你内底看到的妈祖婆，伊真正变90尔。嘿对。咱的蒜头饼就是用咱的蒜头交咱的麦芽糖。有蒜头味无？有啊，有啊。但用咧太阳饼的味。什么太阳饼？太阳饼靠这个蒜头味。啊，今仔日2位都就要先来导览。小熊老师。小熊老师，来，小熊老师欢迎。大家好，我是小修老师，对六卡来的，今日对着我的脚步来骑咱的铁马。嘿，我的故乡就是伫咧咱的六卡乡，六卡乡是伫咧咱嘉义海线一个小乡镇吼。这个小乡镇呢，伊连接咱的东石、朴子、太保及新港，而且伊离咱的昆林嘛介近，吼啊！这个六卡乡吼，以前无叫六卡乡，其实叫六卡镇。为什么叫六卡镇？有人讲，是毋是有看到3只牛伫遮有6个角？啊，嘛有人讲吼，有3个人来开垦，
啊，所以有6支卡。其实毋是哦，其实咱6卡电是因为有6号的电容户，电容户电容，电容户来才开困，啊，所以呢6卡电到现代就叫6卡乡，系对，好，咱今仔日呢要带大家来骑铁马，对咱的工厂村到咱的蒜头村，有咱的卡马境3村，啊，咱吼蒜头糖厂开始吼，这条自行车道自轮车道吼。叫做蒜后自行车道，为什么叫蒜后？因为对蒜头糖厂开始，一直骑到东石的鳌骨湿地，伊的全长是6.1公里。吼，以前这条路呢是咱的5分仔车在行的路，吼啊，所以即马变成铁马车道。咱对工厂村开始，咱先来看咱的工厂村影片。咱的工厂村就是伫咱的蒜头糖厂内底，吼啊，蒜头糖厂呢其实嘛介厉害，因为以前吼日本人吼来起咱蒜头糖厂的时阵吼，就是咱台湾第3大的糖厂，吼第3大的糖厂哦。啊，咱的工厂村就伫咱的蒜头糖厂内底，这个村啊，吼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起伫糖厂内底。嘿，你啊入去糖厂，较有法度入去咱的工厂村。嘿，啊工厂村内底咧，你会使看到咱的壁画，吼，而且咱即马来工厂村介简单，你只要坐高铁。叫咱的5分仔车小火车，伫高铁站就坐有啊。高铁站就坐有小火车，家己的高铁站，嘿，直接坐咱的小火车入来咱的蒜头糖厂。蒜头糖厂一落车就是咱的工厂村。新汉嘛，就方便啊，坐偌久？差不多坐15分钟。遮近哦。嘿对，而且车内底佫有导览，共款有导览先生甲你讲遮的风景。算是专车呢，嘿，是。底下伫高铁咧，甲你接呢。是啊，接驳火车。嘿，我甲你解说呢。对，观光火车啦。而且呢，咱对蒜头糖厂呢，即马佫会使坐小火车5分仔车到咱的故宫南院。已经通车。嘿，已经通车。嘿，已经通车。好，啊，再来咱来看咱糖厂内底一定爱去的所在。糖厂内咱的工厂村内底有一间庙叫做配天宫，糖厂配天宫。糖厂配天宫呢，这个妈祖嘛是介有名啦吼，因为咱台湾有3个糖厂嘛，这个糖厂嘛是全国唯一，吼，伫咧糖厂内底的糖厂嘛，吼，啊，咱糖厂嘛吼，以前就是咱蒜头糖厂日本人来起蒜头糖厂的时阵吼，伊就是淡薄仔有问题，无平安，所以咱当地的老大人吼，就甲咱的日本人讲，你会使去破主请破阿嬷，吼嘛是共款妈祖吼，破阿嬷来看卖咧，啊破阿嬷来一来就讲啊，恁遮有一只乌狗精，吼啊，这只乌狗精咧，妈祖就带大家去甲这只乌狗精的骨头啊挖出来。吼啊，真正有一个骨头哦，吼，真正有骨头吼，真正有骨头，精，嘿啊，所以咧，专去一个，所以咧，咱的妈祖就叫大家吼，用这个大鼎吼，香油，甲这个骨头煎落去，哇，煎落去了后咧，煎落去了后，咱的这个所在吼，工程拢足顺利的，所以咱日本人就同意咱的台湾人伫咧咱内底起这间妈祖庙，这嘛是全台唯一的，吼，伫咧糖厂内底有妈祖庙的。所以这个故事是真的吗？还是真的？嘿，咱当时来糖厂掠乌狗精即阵妈祖啊，伊去乌狗夹一喙，结果伊的手指头啊吼断一只，叫做高山马。啊！你内底看到，传说。唔是，你内底看到妈祖婆，伊真正变90尔。唔是，咱即阵90嘛吼，已经去咱的六姑做主神啊，去高雄啊，嘿，请去高雄做迄边的妈祖，嘿，对。所以你若真正去六姑，你会使看到伊的手在敢若90。嘿，对，有一个90嘛。咱若是来到咱的工厂村了吼，咱就对咱的自行车道行到咱的蒜头村。咱的蒜头村咧，伫咧咱的蒜头糖厂内底是工厂村，唔是蒜头村。嘿，啊，蒜头村伫咧咱的蒜头糖厂外口，而且咧，伊无出产蒜头。大家拢会问讲，蒜头村应该做侪蒜头的，结果无，伊无种蒜头。啊，你为什么会叫蒜头村？因为咱以前吼，咱6卡就是6卡电嘛，有6个电容户。这电容户内底咧上好个迄种啊，
好上好呀，迄根蒜是头，蒜头就变蒜头啊，就变蒜头村，嘿，就蒜头村啦吼。但蒜头村呢，蒜头村有3项名产，一项就是咱的豆花，一项就是咱的麻油。那讲到麻油，咱知影要去新港、要去北港拢会买麻油，但是咧，新港人、北港人拢来六卡买麻油，吼，代表咱家的麻油介纯。有影才通讲呢，真正有影，这电视会放送真正有影，真正有影。你搁讲一摆，新港人交北港人拢会来六卡买麻油。哎，无咧惊啊！无咧惊啊！就有自信的哦，就有自信。第3项就是咱的蒜头饼。蒜头饼，无出产蒜头，结果有蒜头饼。吼，咱的蒜头饼就是用咱的蒜头，交咱的麦芽糖，研做伙做变成饼。所以咱现场嘛有炸咱的蒜头饼。来，有错有错。我有捌食过呢。你捌食过？会使食看真正捌卖去迄个蒜头村买蒜头饼。伊是甜的，而且伊还有蒜头味。吼，伊一个蒜头香，还有一个麦芽香。有淡薄像杯有无？外杯杯，淡薄像脆啦，你是啊，食为倒一边开始食，拢会使，拢会使。嘿对。哦，就芳诶。有蒜头味无？无，淡薄啊。有啦有啦。但讲迄太阳饼的味。嘿。什么太阳饼？太阳饼靠这个蒜头味？无，口感嘛。口感嘿。伊口感交蒜头交太阳饼差不多，但是伊内底有蒜头交麦芽，所以伊特别香。而且香过了，咱的蒜头袂遐互人无爽快，所以少年人嘛爱食。这气味安尼吼，摕来遮脆食吼，这就那咱咧食迄西式的迄个大蒜面包啦，对嘛，一模一样啦。大棍啊，大棍迄个。内底麦芽，伊个内馅足多呢。系啊，足高。对。这是啥物时阵食的？哈？随时拢会食，随时拢会使食。还是过年？随时拢会使食，年节嘛有。所以咱这个蒜头饼呢，其实是咱出外人吼来会炸盘手礼，所以伊嘛有另外一个名叫做茴香饼、茴香饼。好，食了点心了，咱就继续骑咱的脚踏车来咱的潭仔墘。好，咱的铁马车道吼，对咱的蒜头一直到咱的潭仔墘这段路吼，其实伫5、6月份非常之水。吼，来后一张。这叫做这叫做阿波罗啦，吼阿波罗。咱知影讲毕业就是会看到红花，但是伫咱的家己毕业就是开啥？阿波罗的花。这阿波罗的花咧，伊是黄金色的，所以咧这条铁马车道吼，有人讲是黄金雨自行车道。就是讲，伊骑脚踏车的时阵，5、6月啊，迄花安尼拿落来，所以伊身躯边就是啥物黄金雨啦，吼，对。经过这条脚踏车道吼，搁过来就是咱的潭仔墘，吼，潭仔墘吼，一张。咱若是讲来蒜头糖厂一定爱食冰，其实咱佫有隐藏的，吼，隐藏的冰，这是看这是啥物冰呢？这是番麦冰，但是咱番麦冰内底敢有番麦？无，咱的番麦冰内底包的就是咱的芋冰，吼，古早拍芋冰啦，吼。那这搞怪啊！你是安怎？芋冰啊，蒜头村啊，无种蒜头。嘿，所以阮这是吼番麦造型的冰，吼但是内底是古早味的芋冰。吼，是咱已经第2代咧做啊，吼咱知影所有的冰内底芋冰是上无放其他的物件，上天然的，所以咱第2代出来做吼，就想讲，这个造型，这个古早味一定袂使无去。以前伫个蒜头糖厂买会到，今麦你就爱来到咱的潭仔墘较买会到啊，系对。潭仔墘咧要倒买吼，就爱看咱后一站。就是咱永久柑仔店。伫遮翕的。嘿，永久柑仔店其实以前这个所在吼是咱的纯德中药房、中药房吼。咱的老头家吼已经走了后，这个所在就去咱的社区吼来用。你会使看到咱内底吼拢是迄旧的药柜有无？以前的药柜，即摆拢放四收啊。吼，即摆拢放四收啊。这个冰柜就找到咱的冰。吼，就找咱的冰吼，而且吼，咱这个永久柑仔店吼，因为咱的保存介好，吼，所以咱的拜6礼拜吼，也是咱的伊迄个放假的时阵，拢介侪人来遮翕相，伊嘛是一个完美店哦，打卡景点，系对，我有去过，你去过？最好翕的，最好翕的，翕了足水的。
啊，我今日导览到这，欢迎大家来六卡做伙佚佗。足趣味的呢，你想袂到讲那这个汤厂内底，伊是一个镇呢，一个小镇呢。什么物件拢有哦，够庙，够庙呢，够物件好上食。厉害就是讲你坐高铁，竟然会使坐伊迄个小专车5分啊回家5分啊车，嘿甲这个汤厂，系啊。而且我听老师讲，是不是24点钟拢未关门？嘿，24点钟都袂关门，因为内底佫有一个砖头啊。嘿，其他咱台湾的汤厂5点就关门啊，干那这间汤厂蒜头汤厂未关门。糖酒内底有一个贩卖部，是不是？嘿，糖酒内底。汤厂内底有贩卖部，嘿，但是毋是24点钟的啦。安尼徛一连差不多偌久时间？徛对探仔见，啊，佮转来差不多1点钟。哦，嘿，若是你无要停的话，1点钟。 OK，谢谢老师。谢谢。过来，咱要来屏东哦，老师请哦，谢谢。 Michael 老师 Michael。慢慢上界有名的，就是咱的猪卡。现在一开始就有汤家，咱会当讲是台湾的小梵蒂冈啦，这摆面就是教宗直接管理遮的啦。那是直营那个指引啊，不是加盟的啊。伊内底是用乌糖安起来。这还迄乌糖诶，入去内底做礼拜了，拢收过海呢。人讲绕境啊，我说圣母游行，就先白沙墩嘛要紧。嘿，办到无熟悉嘛就咧食，嘛会使哦，嘛会使。袂叫我来，问你食饱未？甲你诱你。哦。过来，咱要来屏东哦，老师请哦，谢谢。 Michael 老师 Michael。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金的万金这个 Michael 老师，人拢讲我是专门出卖耶稣的人，但是有一个人比我更较厉害，我等下带你来万金庄佚佗，对，我来佚佗，来，咱来万金庄，来去 Michael 老师，就看到万金庄了，就知影咱的万万上界有名的，就是咱的猪卡。啊是。所以咱准备猪卡吼。猪现卡，在一开始就有汤家，有通食。有影在汤讲咧，有影在汤讲咧，哦，真正有咧，哎呦，因为吼，以早吼，咱屏东嘛是种，人讲187的迄个县道吼，种足侪甘蔗。哦是。啊，种足侪甘蔗咧。啊，伊遐吼，咱慢即马吼，哇，因为遐有5分仔车，啊5分仔车会行几若个乡镇啊，啊咱特别吼，甲迄即马无5分仔车，就甲变做是咱骑脚踏车会迄个路线啦。嘿这个路线吼，因为咱慢乡公所嘛咧推动吼，咱嘛是会当做到。电动的啊！对，即摆叫做自动，你嗰个叫电动铁马啊，唔免行啊，真辛苦。啊，所以咱也是看到万金庄内会生做啥物款，咱来看后一张的相片，对。看安尼有成来到咱澳洲无？真正足澳洲的感觉，足澳洲的感觉吼。所以呢，其实这个人就是咱的郭德纲神父。伊一个新妇是拢人讲独身啊，伊无结婚嘛无家庭，伊会当放下一切为西班牙来遮传教。啊，来遮传教的时阵，伊就去咱一般拢讲圣母庙啦，但是咱叫做圣母圣殿啦，万金圣母圣殿啦。圣殿对，所以万金庄特别哦，所以85%以上拢是天主教徒。哦。啊90%拢圣潘，所以你后界去遐的时候，你无。找潘先生，啊，你拢从规整转出来。神父伊咧看经文吼，拢是用罗马拼音啊，罗马拼音就看英文字嘛吼，斗的吼啊讲台语，安尼唱歌唱古调嘛是台语的圣歌，所以呢嘛真有机会会当来去罗马的梵蒂冈有无吼，来去唱歌互教宗听。
所以呢，其实咱伫迄万金内底，其实咱会当讲是台湾的小梵蒂冈啊。哦哟，来大家介绍像我像这嘛是160几年的钟，西洋的钟，西洋的钟拢会看。是是。再来就看这为什么才有一个皇子？所以咱清朝的时阵，皇帝有一个皇子一只。因为要起圣堂的时阵，足侪人要甲迫害啦。所以呢，清朝的皇帝毋知用这个皇子。咱有足侪的所在会当看到咱中式建筑的文化伫内底，看这个山形，这马马脚只偏，所以这是真特别的所在啊。是。再来我讲，搁这个牌匾有无？吼，这个牌匾就是教宗直接管理遮的啦。所以伊若来台湾，就爱访问遮。那是直营的。迄个指引啊，不是加盟的啊。访问遮，要对过暝，你知无？敢袂困恁兜咧？我嘛足希望高中困阮兜咧，但是我跟你讲，因为咱拢有准备一个，伫咱的教宗的招待所金福山，所以伊若来遮会当伫台湾访问的时阵，伊就会来遮，过暝伫金福山。更较特别的是，这个壁看会到的拢讲会到，但是看袂到的才是较奇妙的所在。伊内底是用乌糖、蜂蜜。喙石啊、石花、木棉，甲这个花砖，用针啊一只安起来，所以内底无钢筋呢。对，所以内底是乌糖、蜂蜜、喙石啊。这迄乌糖诶。对，乌糖就糖浆嘛。对，这糖。那是落雨咧。尤其，人也拼无咧落雨。你家姐。所以你无，刚刚3只小猪。乌糖的力量无。糖的力量，你看会当互伊遮坚固，所以这是互大家料想袂到的啊。这圣殿内底有无？伊用乌糖，大家入去内底做礼拜了，拢收过嗨呢。洗了以后，咱是不是头仔食咱的猪脚？即摆要食点心啊。对嘛？食点心我你讲，搁特别的点心啊。乌糖。不是，乌糖白果，这叫做耶稣的圣体，内底无耶稣。先来大家来配一来，你讲我骗的，这不是白果，这是耶稣。这是耶稣的圣体，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叫做耶稣的圣体？人讲那是有加持过啦，但是阮的天主教叫做祝圣过啦，祝圣过了后，伊就内底就耶稣倒伫内底。内底。但是你即摆食的是无祝圣过的。内底这是啥？迄个是叫做耶稣的饼。耶稣的饼。对。耶稣饼。所以呐，咱若祝圣过以后，耶稣就会倒伫内底。毋是一般来讲爱配红酒，伊上爱的葡萄酒。哦，葡萄酒对无毋对？但是吼，尼时间一直演变到这，对毋对？咱甲你介绍，这是叫做咱你即摆会啉的咖啡，叫做撒旦咖啡啦。啊？叫做魔鬼咖啡啊！食耶稣配魔鬼咖啡，因为你的魔鬼啉了后，你的心内就轻松咯，你的烦恼就无去咯，平衡了。为什么叫做魔鬼咖啡？因为内底乌糖甲乌咖啡，乌上加乌，你咪就乌。系啊，所以魔鬼就去啉起来，太乌啊！但是就好啉的。系啊，这是咱的耶稣特产，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电视常常咧报记者搁兼采访的啊。哇！所以叫做耶稣套餐，耶稣的特产。所以内底真济的圣经的故事。再来是，如果咱若是伫万金社区吼，你会敢看到足济圣母。伊足无共款，像咱做囡仔讲，实在是风情万种啦。所有的服装拢无共，上少就有8个啦。有足济所在，有真逐个，互大家去看，像当仔看影片，迄 VCR， 迄有的壁吼，拢是讲圣经的故事。嘛有迄什么摩西开红海，迄故事真正阮是个字。讲实在，咱是万金的点心村。嘛是咱的圣经故事村，所以有先伫迄欧洲的梵蒂冈无？所以这就是讲咱料想袂到的所在。搁看这个圣母，共咱咧看这个圣母，就水耶，有看真少，也叮当哦，也叮当哦，看头3秒就叮当啊。
啊，免怎叮当，大啦是遮啦，免怎叮当，伊就是会出顺啦。哦，咱平常时讲是出顺啦，啊，阮是讲是迄个，人讲绕境，啊，我是讲圣母游行啦。啊，圣母游行大概伫迄12月第1个礼拜，啊，今年是12月7号啦。啊，阮是讲圣母游行啦。啊，有啥物特别呢？人讲这转来圣殿的时阵，花园转来的时阵啊，吼，所有的桥板会甲夹到过头，所以代表伊今年完成了这个游行。伊这个就差不多有400公斤哦，所以伊的桥板爱50个人烧体一直换哦。吼，所以你看，遮侪人在护送这个桥啦。所以你若是做天主教徒吼，一生一定爱来一届。就先白沙墩嘛，了劲，嘿，了劲，嘿，敢若迄大拜拜共款，但是吼，你共款，阮逐个口罩有无？逐个口罩拢会办到。啊，你若要去食，介简单，因为其实是知名，无熟悉嘛就咧食。嘛会使哦，嘛会使，袂去用赶。所以下摆你出外景爱来。哦，对，12月嘛，嘿，你无来，嘿，你若无来，无你食饱袂甲你救你，惊你腹肚枵啊。所以是安尼几工哈？诶，咱即马是差不多，伊是差不多规工的活动。哦，几工，嘿，规工的活动。行偌远？行咱2个钟头。哦，2个钟。 2个钟头。 2个钟头。嘿，啊，但是伊早差不多伫15年前有过咱全台湾有做伙出去过。嘿，所以迄是大游行。啊，但是这是咱钟头，当年一定爱有的。嘿，啊，除了12月，搁有一个搁较特别的节目是咱的圣诞节。啊，圣诞节为什么讲咱是敢若小梵蒂冈？为什么？因为你伫迄个梵蒂冈有马条。 咱遮就有马条的布置，所以马条大家听较无，就是甲大家讲耶稣出世的所在是马条。我讲低调，大家听较有啦。对。啊，咱家户户吼，家户户搁家仔顶，拢总有圣诞灯的布置。啊，你要看这有吼，为什么做这个人比我较厉害？伊出名耶稣较厉害，为什么？伊真正是做圣母像，做咱的耶稣圣像咧出名。啊，这就是阮兜啦，阮爸爸啦。哦。所以我无长香火呢。 恁爸爸做的，阮爸爸也要做这啊，你看，这像迄巴西有无？耶稣圣心，啊，这圣母像，啊，搁有迄个新加坡迄个喷水的迄个，所以伊会当讲吼，拢总会当做，但是迄时阵伊就无过去外口那个专心做圣像，所以伊是比我较厉害，伊是真正出个耶稣的，所以人讲会甲我亏咧，讲恁爸讲出个耶稣，甲你饲大汉，我是无毋对，因为。 讲实在，出个这样代志，伫咱大学是行销学的，免怎甲卖好吼，免怎甲大家带销好，大家有兴趣来安尼，哈安尼，所以呢，这个介绍到遮，如果哪遮来过圣诞节，你若感觉无所在通大，咱来开放大家申请来去教宗的招待所，安尼好唔好？哦，是有影无影啦。 若讲好，我就甲顶悬报备啊！东北马好，所以真福山啊！系啊，真正甲大家介绍到遮吼，真正欢迎大家，大家平安喜乐，天主保佑！够精彩，够精彩。所以伊讲即摆吼，伊规村内底超过85%拢是信这个天主教，因为嘛是姓潘。对，所以这是一开始来自迄个西班牙迄个传教士来到恁这个村才开始安尼。才开始，啊，因为伊早有迄个清朝的官员姓潘啦，啊，我讲实在，阮这平埔族啦，啊，所以伊才出一个姓互阮安尼啦，啊，所以就规整做潘。啊，我读国小的时阵，老师迄姓拢免名，拢潘啊，拢直接念名就对啦。啊，所以若看到姓潘的，你就先甲讲，你是不是万金来？啊，咱嘛免冠夫姓啊。对呢。迄是次姓。哦。但是拄则 Michael 老师伊咧讲迄有无圣母伊咧游行啊？我去迄个西班牙迄格拉纳达。 拄啊好嘛，拄着因圣母咧游行。哇！啊，你看哦，你看。因大家拢穿桥板，大家拢穿西装有无？啊，你看看，你就会对行哦。其实足感动诶。足感动诶啊！啊，足侪人，现场足侪人。但是迄气氛是足庄严肃穆诶。足轻松诶。轻松哦。庆祝的感觉啦，是不是？嘿。
哇，绕境。哇，规旁人哎，哎，哇，这多人哎，有的老人这是暗时差不多12点啊。12点才刚好，你较更哦，对对对，哇，就趣味就趣味啊，恁看恁是较介意这条，还是较介意小修老师一条？我感觉两条是无共的感觉的。两个拢足趣味呢，就拍算呢。但是吼，拄则就到这个慢慢的低卡，感觉吼应该是老师 Michael 一点。我看你有我们有收买，那是评分吧，对方一定就是伊啊，一直出来就拍天卡的心态啊，对公平不？啊，爱公平爱啊，小修老师嘛是就厉害啊，一定有加分的啊。系啊，有对，讲对啊，是啊有加分题，啊，这加分题哦，是咱的万金老师来，啊，我来等下阮兜退一下吼，等我一下，来阮兜退一下，今嘛就爱加分。对来，加分题，加分题哦，是啥物会？就厉害哦，这是咱万金老师的加分题，这是叫做往来粿鸡上加 B 啊，来，哎，老师来，你介绍一下。嘿，这个我来帮忙介绍一下，这个咖啡即马内底无糊涂，这味厉害的所在是伊的果酱，这个果酱吼较特别，敢袂使辣辣伊这是台湾有出名，意大利、罗马、梵蒂冈有名声，用咱屏东慢慢遐嘛真好的果酱，叫做17岁金钻凤梨。为阮金福山高中的招待所，用手工安尼甲拉，安尼甲拉，拉了以后呢，我甲寄互高中来食，所以伊这是叫做高中祝福过的果酱。嗯，对。这拎起来，敢若西西里咖啡迄那种是可能气泡水就变西西里啊。嘿啊，对，啊，你若甲这个果酱，就听我讲，你要解锁的新的食法，气泡水也会使。啊，冰茶也会使，叫做凤梨冰茶。啊，因为吼，讲实在，伊伫迄欧洲、伫意大利，因无食无往来。所以阮行去互高中的时候，我相信因足欢喜。啊，叫甲真仔新的口味介绍给大家。哇，会当得到咱高中的祝福。哇！我即摆看咧，孝子哥的面已经笑到遮，因为头拄迄个慢慢低卡哦，笑到遮，啊，这零料就罢了哈，笑到遮。我讲到要食。这是我看老师你要赢对吧？不，阿哥我，咱哥有咱小修老师的加分，咱小修老师是直接老人的哦，老人来，今麦是要安怎？今麦要安怎？上界窈窕美的美女啦，欢迎！哎呦，那是耗子吗？我会当跟你握手一个吗？厉害！哦，谢谢。哦，你脸就很深的，哦，水哦。有几招来？哦，这空中飞人，哇，看过无？厉害！安尼就当行，安尼嘿嘿。笑，哎呦喂啊！控制袂，要打好像，1、2、3请开票。哎呦，就是这个美女啊！人家是窈窕美的哦。哦，我今天在创你咧翕相啊？哎呦，这是有故事的哦。因为剧情的啊。啊，我真正是等足久的呢。我拢啉足侪咖啡，看我的面拢白白的，啊，搁有食迄个阮蒜头村的蒜头饼啦。好啦，话就莫搁讲啊，我是来自这个六卡乡的蒜头村的美女，我叫做瑶瑶。来，瑶瑶，我要来表演一段咖喱红仔的钢管秀。哎呦，老师 music。哦，你敢知影我为什么叫做瑶瑶？有看我的尻川，哦，水哦。其实哦，我是右手那捧尻川顶扣扣。是毋是咧讲偷翕吧你？你那是假哈，有一个变态啊！啊，搁有我这个水蛇腰。哎呦，你看到啦！哦，水哦，搁有看我这个102公分的大长腿。哎呦，咖啡笋搁较白。真正会晓跳当哇，这变态，TVB 啊！你们看呢？这
哎，主持水哦，来我甲你迄一边啊，哦，水对啦。哦，爱慕真的。啊，莫甲我炸啦。那是耗子吗？耗子，我会当跟你握手一个吗？你录啊，你录啊。握手。我会跟你握手啊。你好。哦，谢谢。我等你搞回来，我来，耗子看招。来，我甲你迄一边啊。这位翕相来。哦，今天就很生的，好水哦。红包啊！哎，红包，来，红包。哎呀，多谢哦，上尾一招哦，搁一招来。哦，这飞人，看过无？厉害。啊，搁有一招，上尾一招天女散花，嘛是同款的。顺时钟跟逆时钟对，啊。搁有一招，上尾。哎，你看我这个倒挂金钩，哎呦，来拍破鼓励一下。挂金钩边挂。我感觉风景袂歹。哎呦，卖夸张了，歹势，我来边啊。哦，你看了了。真是哦。哦，这结束啊。厉害，就厉害。卡开足开的呢。哇，哎呦 ，ending 多谢。厉害，这就是咖喱红啊。嘿，就是咖喱红啊。哦。嘿。啊，是安那恁的社团会算这？其实这就是阮六家乡的即个蒜头汤厂的特色。嘿，因内底有一个叫做笑咪咪咖喱啊剧团的。嘿，因的拢是阿公阿嬷伫咧搬即个戏。阿公阿嬷70岁。嘿，安尼。上，伊个会数上大的是87岁。87岁。嘿，搁有法度人这咖喱红啊？嘿啊。这无简单吧？你当试看卖一个。啊，你毋是捌人过？系啊。啊，你试看，啊，你嘛来试看。但是我顶个算这时阵，我的线滴滴拍甲，滴滴拍甲。这是要安那用啊 ？OK， 我有记得是自己手。来耗子，我来甲你教。嘿，你看这，哦，其实。哦，按两支哦。够一个表演。耗子，我有甲你煮这个泡面啊！哎呦，发抖啊！你是安怎发抖？我只我看着。上欢喜啊！看着。耗子啊！这有这装艺术，这装艺术。这是恁兜啊！你试看嘛。你着安尼摕。足困难咩？三个镜头啊！你想要伊个手叮当，安尼伊个手袂叮当，你爱伊个骹动，对。伊个骹你两只手爱放伫个遮，安尼就会当行。嘿，你来行看卖。哎呦，我今仔日有煮泡面啦啊！大家来食啊！有笑，哎呦喂！就是安尼。啊，伫咧创啥啦？啊！你煮泡面嘛无互我食。啊，这毋是泡面，这是鼓啦。这是鼓呀！哎，我弄鼓啊，你跳舞。哎，啊，你翕相好不？我翕你吼，来，敢袂使做伙？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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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我会使敢就安尼结束无？结束啊！做翕相来，来1、2、3，耶！哎，大家做来翕相，紧来。做伙翕相，来， 1、哎，徛较悬咧。 我翕相啊！翕相啊！1、2、3，耶！我一张，你再开落来，你不要过来，你袂歹嘞，我翕相啊，那就对嘞。哎，手也关，你操控了就好嘞。注意啊！哎呦，这无简单嘞，这加分，这真正有加分。这是你爱传承的一个技术，嘿，咖喱红啊，咖喱红啊，这无简单嘞。而且拢是阿公阿嬷呢，70岁以上啊。我感觉我的镜头都袂使控制伊的，无都控制，控制袂。为什么78岁阿公阿嬷会使？这爱训练，爱训练，爱训练，对，手拢爱训练。啊，伊这上早啊，甲咱这个蒜头有啥物关联无？咱这个做红仔的老师，伫个咱的蒜头村内底有一个工作室，嘿，啊，伊来到咱的工厂村，传互咱的阿嬷，啊，互因训练因的手。
啊，结果年年转变成一个剧团。啊，但是因为阮的阿嬷拢做老的啊，啊，所以就换咱嘉义大学做学生，后来传承，嘿，有去表演。哦，你答对我啊！哎，这有意思呢，来，这好你，谢谢哦，谢谢，刚才恁带来表演来，安尼最后吼，好啊，无人要搁加分啊啦吼，加了，我两个老师拢加了，来。要投互谁？投票啊！准备要来投票啊！是咱这个屏东，还是咱蒜头？来，哎呦，哦，这困难咩？我两个所在拢想要去。啊好啦，安尼好啦。阿姐，你做啥爱看我？阿姐，我想要输。好未？好，好，进两三车开票。恁两位，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六卡乡啊，所以我知影迄边有啥物好耍的所在。我感觉我后盖想要带我的爸爸妈妈去，因为我家己去尔。是，但是屏东。这个所在我是无去过，刚刚圣诞节会使去耍一下哦。你听到会使带迄个告中伊招待所，因为我拄仔看到圣母的游行，我感觉足趣味的，因为西方的国家甲咱台湾竟然有足像的一种仪式，咱的是妈祖。但是天主教的是圣母，啊，一定拢爱体验，拢爱看到。对，两边拢爱。啊，当天你。我是跟小修老师啦，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我是跟 Michael 老师，啊，不过我头拄真正去有晓到，你知唔知？我有晓到啦，啊晓我就是讲啊，我经因为我感觉迄真正就无简单，我头拄看恁伫遐咧吭，好简单呢，用袂来，用袂来呢，迄种困难的啊，所以我也感觉哦，爱导老师票啊，支持，我嘛是搞小修啦，哦，你嘛是导师啦，因为今仔日人数遮济人来，是毋是？你高铁偌济条钱来，人，对无？咱啥物大学甲大家讲者？阮是嘉义大学的。哎，感谢恁来，真正足趣味。足趣味咧！啊嘛感谢两位，多谢，足精彩。啊，各位观众朋友，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欢迎报名海海导览先生讲互大家听。啊，咱的节目短短台语台嘛看会到哦。海海导览先生，咱后集来相会，拜拜。